大家好，今日好高興能夠同大家分享2026年上半年港島南區指標豪宅同埋港島南岸嘅最新市況。得益於樓市整體向好，同埋政府計劃喺香港仔打造遊艇旅遊綜合發展區嘅政策利好帶動，區內物業嘅升值潛力被市場高度睇好。喺2026年上半年，區內新進豪宅市場嘅表現遠遠優於去年同期。四大指標屋苑包括貝沙灣、南灣、深灣9號以及南區左岸整體交投呈現出咗極為亮眼嘅價量齊升嘅態勢嘅。喺呢啲屋苑中以貝沙灣嘅表現最為突出。上半年共錄得72宗成交，按年增加38.5%，涉及金額高達24.03億元，按年大幅增長咗近68%。而交投升幅最驚人嘅則係南灣，作為鄰近並直接望住遊艇旅遊綜合發展區嘅項目，南灣顯然係最直接嘅受惠者。買家因為極其睇好其升值與發展潛力而爭相入市，促使其成交量由舊年同期嘅8宗飆升到23宗，按年急升超過1.8倍，涉及金額亦都同步大增超過1.5倍，達到4.09億元啦。與此同時，鄰近嘅深灣9號上半年亦都錄得13宗嘅成交，涉及金額4.67億元啦。成交量同金額分別按年穩步上升30%同2.9%嘅。至於南區左岸則錄得2宗成交，比去年同期嘅1宗增加咗1倍，涉及金額按年上升超過1倍，達到8200萬元。除咗呢啲指標屋苑，港島南岸喺上半年嘅一手成交數據同樣交出咗極為亮眼嘅成績單。喺2026年上半年受惠於包括 Deepwater South 6A 期、6B 期以及海盈山4B 期等多個全新項目相繼開售，加上其餘項目嘅特色戶招標單位齊發，港島南岸一手買賣成交量高達501宗，涉及嘅成交總額更加錄得128.12億元。喺呢啲項目裏邊Deepwater South 6A 期錄得163宗成交，涉資20.04億元，而6B 期就錄得28宗，涉資15.39億元。海盈山4B 期嘅表現亦都相當不俗，錄得79宗個案，涉及金額達到26.93億元。呢啲數據充分反映出市場對高品質、罕有嘅鐵路上蓋物業需求依然極為熾熱。同時呢個亦都透露出部分市場新貴或分支家庭正逐步由過往偏愛傳統大型獨立屋，轉向追求管理與配套完善、戶型更靈活嘅現代化分層豪宅。可見喺政策紅利與現代化配套嘅雙重吸引底下，南區新進豪宅與鐵路上蓋物業正持續展現出強大嘅吸金力與市場引領作用。下次分享更多有趣豪宅資訊。